大家好，我係中信國際電訊 CPC 嘅網絡安全顧問劉俊生。中信國際電訊 CPC 係一間一站式嘅 ICT 服務供應商。我哋以服務在地、連接全球作為我哋嘅理念。喺全球有170幾個 POP 店、30幾個 data center 同埋3個7×24嘅 SOC Operation Center， 服務全球160幾個地區同埋國家嘅客戶。咁要發現隱藏嘅黑客攻擊行為咧，客戶係需要維持7×24嘅日誌嘅分析同埋客戶行為分析嘅。咁呢個咧係需要巨大嘅成本投入。咁我哋 AI SOC 咧可以以標準嘅 SLA 同埋 SOW 為客戶提供安全分析服務，幫助客戶簡化管理、降低風險同埋減低成本。傳統嘅安全運作中心 SOC 就以人為主，其實就好難面對今日複雜嘅網絡攻擊行為嘅。咁 CPC 喺引入 AI 技術，自建星至神盾線平台之後，結合先進嘅 AI 技術、自動化流程及專業嘅團隊3大元素，利用內部部署嘅 AI 大模型，結合安全圍欄，進一步增強檢測能力，優化規則集，加快我哋嘅事件響應速度。面對層出不窮嘅 AI 攻擊，我哋 CPC 嘅 AI SOC 服務可以1. 增強檢測能力，2. 優化規則集，3. 提升我哋嘅響應速度，4. 提供智能問答助手，同埋5. 提供安全事件嘅 dashboard。咁就一定係節省人手同埋加快我哋嘅響應速度啦。AI SOC 會接入客戶嘅日誌數據，自動分析威脅情報，包括 IOC、新聞報導、暗網動態、漏洞通告等。同時，利用整合咗 AI 大模型嘅星至神盾線平台，快速對比相關數據，例如客戶過往嘅安全告警、報告內容以及關鍵資產清單等，檢查是否有漏洞被利用同埋攻擊嘅行為。當有安全事件發生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平台可以即時追溯事件嘅前因後果，同埋對比內部嘅日誌同埋外部嘅威脅情報，協助我哋嘅網絡安全專家作出全局嘅判斷。我哋 AI SOC 可以幫助各行各業喺網絡安全上以更加低嘅成本、更加高嘅效率，應對更加複雜嘅網絡安全挑戰，提升企業嘅網絡安全治理水平同埋合規水準。大家對我哋嘅 AI SOC 係咪都好有興趣呢？不妨聯絡我哋嘅安全專家，試下我哋嘅 POC 服務啊！多謝大家。